歡迎收睇 NC 房訊，我係主持人圓圓。我哋短期目標係將三鄉全新裝修好嘅二手單位展示俾大家，睇清楚再入手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呢一套單位1230尺，96萬，正南向低樓層，全新精裝未住過，3房2衛。目前嘅毛坯二手都差唔多係呢個價啦。跟住鏡頭，我哋一齊嚟睇下啦。我而家企嘅位置就係我哋嘅露台啦，53尺朝南向。由呢個地方望出去，我哋可以見到別墅景同埋後邊嘅山景，可以睇到樓層係唔高嘅。喺露台嘅位置，我哋可以放置洗衣機等家清工具，同時都可以種下植物。入到嚟就係我哋嘅客廳位置啦。客廳面積273尺，擺放咗一張白色梳化加埋茶幾，而喺呢邊係做咗一個特色嘅電視牆加埋倒地嘅電視櫃，整體係通鋪咗白色嘅瓷磚，頂上用咗無主燈燈帶同埋一啲射燈。行到前邊就係我哋嘅門廳同餐廳嘅位置啦，整體係有79尺嘅。位置比較闊，呢度係擺咗一張4人台。喺入門嘅位置係做咗一個鞋櫃同埋收納櫃嘅，而喺櫃邊就做咗一個落地嘅玻璃窗，為成間屋提供充足嘅光線。跟住鏡頭，我哋再嚟睇返廚房嘅位置，前邊係做咗一個黑色嘅玻璃推門，整體面積係58尺朝北向。入門呢一個位置呢，就可以放置一個大冰箱啦，同時都係安裝咗一個通風窗嘅。出返嚟，我哋去到走廊，一齊嚟睇下每一間房間嘅情況啦。首先，我哋嚟一齊睇下第一間房。房間嘅面積係127尺朝南向，房間係自帶飄窗嘅，搭配咗白色嘅窗簾。由呢度望出去嘅景色呢，就同露台係差唔多嘅，係可以見到樓下嘅街景同遠處嘅山景嘅。飄窗位置可以改造成飄窗梳化或者係梳妝台都得㗎。房間入邊可以放置一張床同埋大衣櫃。下邊行過對面，我哋一齊嚟睇下公共衛生間嘅情況。整體面積43尺朝北向，整體上係做咗一個乾濕分離嘅，有埋通風窗添，基本配置都唔錯。下邊我哋一齊嚟睇下第二間房啦。房間面積係110尺朝北向，比較值得關注嘅就係呢度有一個 L 字形嘅大飄窗，搭配白色嘅窗簾。只不過望出去嘅景色呢就麻麻地啦，可以見到嘅係小區嘅內園景同埋一啲綠化嘅措施。飄窗嘅位置大，可以考慮改造成飄窗梳化或者係梳妝台都得㗎。呢間房嘅面積比較細，可以考慮改造成兒童房、書房或者係工作空間都得㗎。最後我哋一齊嚟睇下第三間房啦。呢間房係一間套房嚟嘅，整體面積207尺朝南向，整體空間都係比較闊落嘅。前邊就係我哋嘅飄窗位置啦，同樣都係搭配咗白色嘅窗簾嘅。喺呢度望出去，同樣都係城市景觀。房間嘅空間比較大，可以放一張大床同埋大衣櫃，仲可以安裝一台電視喺房間入邊觀影添。再嚟睇返主衛嘅情況，整體面積係53尺朝東向，同樣都係做咗一個乾濕分離嘅設計，而基本上嘅配置呢，就同公衛係差唔多嘅。今日介紹嘅呢一套單位雖然樓層唔高，但勝在性價比高。如果感興趣嘅朋友，可以先實地嚟感受一下。對小區唔熟悉嘅話，可以繼續睇落去，後邊會有我哋嘅小區簡介俾到你㗎。雅居樂諾丁山呢個盤，而家樓齡大概係7到8年左右，二手均價大概係8到9千蚊一方。雅居樂物業管理費2蚊8毫一方。小區係坐落喺振華路邊，成個盤呢總共係有17棟樓嘅，採用圍合式嘅佈局，樓距之間超過100米，夠晒遠啦。無論係望出去嘅景觀，定係通風採光，都相當唔錯。
小區配套都幾完善，有游泳池，綠化面積又夠大，保養得都唔錯㗎。其中有4棟係2梯6戶設計，其餘嘅13棟就係2梯4戶，全部樓高32層，小區實行人車分流，地下有2層停車場咁多㗎。生活配套真係好方便，萬象郡二期成熟商圈近在咫尺，行去萬象郡二期公交站大概係8分鐘腳程，嗰度有直通巴士130蚊就可以返到香港啦。仲有 T91 巴士18蚊直達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，而931巴士更加抵添，1蚊雞就可以去到拱北口岸。樓下泊岸個巴士站可以去到中山同珠海市區，60歲以上嘅長者仲可以免費搭車添，真係好貼心㗎。萬象郡商圈商鋪好多，成條商業街基本上都開滿晒。買菜食飯、美容美髮、按摩沐足，生活真係超方便。如果對視頻入邊嘅單位感興趣，歡迎隨時預約睇樓，實地嚟感受下。對三鄉唔熟悉嘅朋友，可以睇我哋之前介紹三鄉嗰條短片。今期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覺得呢啲資訊有用嘅話，不妨 share 俾有需要嘅朋友。如果鍾意呢類型嘅內容，記得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，關注 NC 房訊，等我哋繼續為你搜羅更多筍盤啦。